5年级的小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教的是这个谜语的这个1到10句的1到3解释的复习啦哈。因为我们1到10教完之后呢，希望你也可以知道它的意思啊哈。那复习1到3解释之前呢，我们还是一样啊，就是来念一下哦。来，为第1句开始念，1、2、3开始。阿公啊带某家婆，趁钱有数，性命爱顾。歪嘴假顾想要食好米。家己教到不如家己走，翘脚练喙手，时到时担当，无米食煮含鸡汤。大兄坐无正歪锅，一人一家台，公妈随人菜。碰风水家太无肉，算命嘴好蕊蕊。希望小朋友应该已经要会背了啦哈。我们每次上一句，照理说应该都会背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第1句的解释，看我们到底懂不懂啊哈。阿公啊带某家婆。阿公啊，表示呢是什么啊？通常讲阿公啊，就是这个爸爸的爸爸阿公，表示他有太太啊，不然怎么生小孩？然后呢，又有我们的小孩嘞，所以呢，阿公啊又娶某啊哈，又娶了一个太太，就是多了一个太太，加一个阿婆啊哈，家婆本应该是家，对不对？那加一个台语啊，就是多一个阿婆啊哈。那家婆2个字就是多管闲事啊哈。所以啊，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你是阿公啊娶某，就是表示你多管闲事的意思哦。好，来第2句，不要念。趁钱有数，性命爱顾。这个呢，表示就是说我们赚钱啊，有数好像是这个命中注定的啦。有人讲说，我们生下来会赚多少钱，都是已经命中注定的啦。所以啊，不要想一直赚钱。连你的命都不要了，太累了，反而生病啦，然后这样子就不好了啦哈。性命爱顾，你的生命要珍惜它了哈，爱顾了哈。解释就是赚钱事小，其实健康生命才是最重要的。那因为如果你没有生命啊，赚钱也是没用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有时候啊，我们不要一直想要大人了哈，不要想说一直赚钱了哈，结果身体都打坏了哈，身体很差哈。所以有人如果这样，我们就会讲这一句哦，劝他说：趁钱有数，性命爱顾啊哈。那第3句啊，歪嘴假顾想要食好米。这个鸡啊吃米都是用它的嘴巴去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鸡的嘴巴啊是尖尖的啊，去啄米感觉就不太容易哦。那这个歪嘴鸡就是说这只鸡的嘴巴就已经歪歪了，所以它去啄米的时候，是不是比较不容易去啄？比别的鸡还不容易哦。可是一个想要吃好米，结果他啄到米了，他还挑他要挑好的米才吃啊。
哦，这个人家讲说啊，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办法吃饱了，你还在那边挑啦哈，所以叫做自不量力的意思啊哈。好咯，我们这个第一句到第三句的解释都已经复习完咯。那希望小朋友能够真正了解它的意思。那今天我们的谜语十句的护照就上到这里为止哦。来，后礼拜再会。